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的 B， 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，罗马书第8章18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圣灵降临带给了人们盼望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就以使徒行传的场景来看，门徒们在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时候，问耶稣基督说：主啊，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因为门徒们在耶稣基督被抓、受钉十字架、死亡之后，他们彻底的失去了盼望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，他将要求父上帝赐下一位保惠师，来保守他们，来永远与人们同在。当圣灵降下的时候，充满了这些失望的人们，让他们重新有了盼望，领受了上帝圣灵的同在与力量。就如同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先知所预言的话这样说道：上主在关怀他的土地，怜悯他的子民。他回答他们：我要赐给你们五谷、美酒、橄榄油，你们将要得到满足。别国不再羞辱你们，我要使北方来的黄队远离你们。我要把他们赶到荒凉的地方，前队赶入死海，后队赶入地中海。他们的尸体臭气冲天，由于他们加给你们的灾害，我要毁坏他们。土地啊，不要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上主为你们成就了大事。走兽啊，不要害怕，草场青翠碧绿，果树结实累累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再度的出产佳果。西安的人民啊，要欢乐，为上主你们的上帝作为欢欣。他赐给你们适量的时雨，他像以前一样配降春霖秋雨。打谷场上将堆满五谷，榨槽将溢出酒和橄榄油。那几年我打发了一对对的蝗虫，他们吃掉的农作物，我要补偿你们。你们将有丰富的食物，饱餐足食。你们要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。我要为你们成就了奇事，我的子民永不再被藐视。以色列啊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当中，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除了我没有别的，我的子民永不再蒙羞。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，你们的儿女将要宣告我的信息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，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。这时我甚至要把我的灵倾注给奴仆和使女。保罗在写给罗马书信当中也是这样提到，当人们在苦难当中要等候上帝儿子的显现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是给活着的世人之盼望。罗马书第8章18节到24节这样说道：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荣耀相比的，算不了什么。一切被造的都热切的盼望着上帝的荣耀从他儿女们显现出来，因为整个被造的都变成虚空，不是出于本意，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。然而被造的仍然有盼望着，有一天能够摆脱那会朽坏的枷锁，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。我们知道，直到现在，一切被造的都在呻吟，好像经历了生产的阵痛。不止被造的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些得到初熟果子、得到圣灵的人，也在心里叹息呻吟。
等候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使整个的自我得到自由。因为由于盼望我们得救，那看得见的盼望不算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？由于圣灵所赐下的盼望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使徒们就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见证复活的基督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的 B。 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，遍地充满了你所造的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，船只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游其中，他们都依靠你，靠你按时供给食物。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回土地。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。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。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颤抖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爱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我的灵呀，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下圣灵的恩赐与盼望，使我们能够用热情来服侍主，勇敢的见证主复活的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